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关心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罗西亚早起要求公民赶紧离开欧洲，总统普京下令要求协助部队爱准备，但这阵嘛已经停止出口晶片给罗西亚。总统蔡英文早起伫2礼拜纪念，伊是针对乌克兰情势呼吁讲，国家爱团结，才有法度面对挑战。健保会按说慢性病处方，若去社区的药局领药啊，就唔免增加部分负担，互大病院正反弹，也毋过卫生福利部也未做最后的决定。新闻开始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小镇上新的发展，因为真侪国家拢对罗西亚提出制裁，罗西亚政府嘛下令要求公民爱赶紧离开欧洲。总统普廷早嘛下令讲，要求协助部队爱做准备哦。普廷按什么动用核武，美国跟北约组织拢表示谴责。战争已经第4天了，罗西亚嘛坦承讲军队有死伤，也毋过并无讲出人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晚表示，愿意甲罗西亚会谈，地点要选伫白罗斯的边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4天，两国的谈判出现希望。本来谈判的地点讲袂好势，经过讨论了有共识，选伫咧乌克兰甲白俄罗斯边境的戈梅利。Более того, сторонами был детально проработан маршрут следова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Он был согласован. Нами была обеспечена и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а абсолют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地点才拄讲好势，白俄罗斯就向乌克兰射了几落粒飞弹，也阁射到一座机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白俄罗斯就要确保伫这段期间，所有战机加导弹拢留伫咧地面，对谈判无啥信心。Що потім у жодного громадянина України не було жодного сумніву, що я,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не намагався зупинити війну, коли був нехай і маленький, але все ж таки шанс. 俄罗斯总统普廷27发表电视演讲，指控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无友善措施，包括非法的经济制裁，所以下令协助协部队建立高度警戒。Приказываю министру обороны и начальнику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еревести силы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особый режим нес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дежурства. 自从俄罗斯2时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国一直拢无讲到伤亡的情形。俄罗斯国防部27第一遍承认军队有死伤，但阁无讲人数。К сожалению, есть погибшие и раненые наши товарищи. Но наши потери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меньше уничтоженны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и потерь сред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爱沙尼亚前国防部长、欧洲议会议长特拉斯伫推特讲，普廷对4天啊，抑阁无法度甲乌克兰摕来，正生气。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讲，目前已经甲市区内面所有的俄军拢总清除，乌克兰军队也已经完全掌控东北部第2大城哈尔科夫。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面对这场战争，德国总理肖兹昨晚宣布讲要增加国防预算，甲重新启动武装部队的计划。欧盟昨晚宣布禁止罗西亚航空公司经过欧盟国家的领空，嘛讲会买武器来支援乌克兰。Auf der Ehrentribüne begrüße ich den Botschafter der Ukraine, Dr. Andrei Melnik. 德国联邦议会日前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召开特别会议。乌克兰大使麦尼克得到邀请出席，受全体议员徛起泡泡致敬，热烈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一伫边的德国前总统高克阁徛起来，揽着麦尼克大使了后，伫推特发文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总理肖兹伫议场做出重大宣告。首先，将互自控自治预算增加1000亿欧元的国防预算，佮重申伊的竞选承诺，满足北约的需求。每年国防开销会提悬到国内生产总额的2%。Diese neue Realität erfordert eine klare Antwort. Wir haben sie gegeben. Wie Sie wissen, haben wir gestern entschieden, dass Deutschland der Ukraine Waffen zur Verteidigung des Landes liefern wird. 因为第2摆世界大战的惨痛教示，德国一向抗拒北约盟国要求提悬军费，民间也无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这几个拜以来，反对党阵营甲盟邦对肖兹应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消极立场也有真侪批评。啊，不过即马随着两国战争出现全新的局势。Der Krieg ist eine Katastrophe für die Ukraine, aber
Der Krieg wird sich auch als Katastrophe für Russland erweisen. 另外一方面，欧盟也伫同一天宣布对俄国航空的领空关起来，各宣布全力出钱运送攻击性武器予乌克兰。I will today propose to use the European Peace Facility for 2 emergency assistance measures to finance the supply of lethal material to the Ukrainian army, as well as urgently needed fue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medical supplies. Another taboo has fallen. The taboo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providing arms in a war. Yes, we are doing, because this war requires our engagement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 army.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也对记者宣布，要禁止俄罗斯官方媒体禁止俄罗斯甲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伫欧洲地区的播送，佮要制裁支持俄国军事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欧盟人道援助甲危机管理机构预估，将会恐惊予欧洲岛来超过700万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要如何应对这么大人道危机，爱各方齐心协力。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再来看美国家拢对罗西亚中央银行甲大型的金融机构提出经济制裁。伫罗西亚银行排队等要甲存款领出来民众人是叉。今仔罗西亚的钱如不换美金，那将近3成，钱是有史以来上保的。世界各国嘛，搁再提出制裁罗西亚的办法。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嘛指出讲，包括台湾在内的台积电佮全球的晶片业者已经停止出货予罗西亚咯。天气真寒，但俄罗斯的 ATM 进前排甲长了，因为当地民众烦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银行实施金融制裁了后，无现金会通使用，麻烦了卢比贬值，大家拢赶紧来领钱，嘛互俄罗斯的现金需求量大增。Уже с четверга все бегают от банкомата к банкомату, где что появляется. Но кому-то везет, кому-то нет. Ну, неприят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опустим, привык жить в 21 веке, не имея с собой пластиковой карты, не имея ничего. У меня все установлено в телефоне. 俄罗斯央行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但是由于无法度透解欠现金，也有支付系统互拍乱的现象。各地西方国家宣布新经济制裁了后的头一个交易日，28亿卢布对美金落将近30%，是历史的新低。各国制裁俄罗斯的动作不断。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要阻断俄罗斯的经济多元甲支持军事的能力，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全球晶片业者开始停止出货俄罗斯。台积电嘛证实要遵照新宣布的出口管制规定。那因为过去台积电出口到俄罗斯的一个金额，它的一个比重其实是非常的微小，所以在这个部分对于台积电未来在今年的营运，整体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果未来俄罗斯有任何的反制的动作，那么其实台积电不管是在气体或者是在化学品的供应链有关的一个风险，都已经建立了相当的供应商还有地区的一个多元化，所以也有相当的库存水位，所以都可以足以应变未来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专家分析，台积电对俄罗斯晶片出口量占比增加，影响有限。经济部是指出，我国已经配合国际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启动制裁，依据防止武器扩散的瓦舍纳协议，对输往俄罗斯的产品进行严格审查。记者郭灿 W 台北报道。来关心疫情今仔咱国内增加47个境外病例，9个本土病例，桃园有7个，有2个大人，其他5个拢是囡仔另外，新北市跟台南嘛拢增加1个，桃园已经有3间学校以封城停课14天。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新增56例，其中9例本土，47例境外一路。那基督县市桃园有7例，新北、台南各1例。那桃园市这7例里面，按20580是未满5岁的男童，为按20555及按20556的同住家人。那居隔采检阳性 ，CT 值14.8。另外，富林国小有设了一个采检站，共采了237位，验出1位阳性个案，按20617是未满10岁的女童。另外，观音国小设采检站。共采1037位，检出2位阳性个案，
那分别是按20619跟20620。那其中按20619是未满5岁男童，CT值36；20620是未满10岁女童，CT值31.5。即马本土疫情有转好哦，明仔载3月7日开始到3月底会放零防疫，运动、翕相、直播、演讲拢唔免各挂喙暗。也毋过专家是指出讲，最近香港的疫情的滚价、死亡的病例增加哦，所以呼吁国内民众伫人济所在，喙暗嘛是爱挂好安较安心。台北市总算有好天气，暗过伫大日头下骹挂喙暗做运动，也是感觉会喘。即马国内疫情小可转好，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7日开始放零防疫措施，到3月30日，包含运动、翕相、主持、演讲、农林渔牧工作者、山林海滨活动、温泉三温暖、外出有占家需求。指挥中心或者是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或者是活动，拢用暂时将喙暗摕落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家都有那种运动的需求，那戴口罩运动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像主持演讲，好，我觉得还是不适合，因为那是属于室内或是一堆人会参与的活动。因应进前捌发生过群组感染事件，这一摆免挂喙暗项目并无将唱歌纳入。考虑经济甲防疫生活兼顾，卖场、市场、超市开放试食，无要求人流管制，相替客运国内航班等开放食物件，宴食开放，每道用敬茶敬酒。国内5个机场甲2个港口去离岛的旅客免体检，也有除了双北、桃园、高雄病以外，探病限制甲长照机构探视规定也放零。不过，二次本土大症16例确诊，专家看香港的病例，也呼吁民众唔通放零。香港这种死亡的情况来讲是很意外的。他们虽然也确定是 Omicron， 但实际上他们的死亡是蛮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另外，3月7日开始也开放外籍人士来台进行健康申请疗程。指挥中心3月30日了后，会看情形的发展，是不是要继续放零相关防疫措施？希望在疫情稳定、严控制状况之下，让国内能有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28连假的最后一天哦，早起国道阁真顺，也毋过国道5号宜兰到卑南北上的路段已经开始塞车了，时速是无到40公里。另外，伫天气方面哦，今仔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是拢真热热，北部地区会到27度，南部卖到30度。台北市一早出大日头，不少民众烫掉高高外套，甚至日头阁大到有一高插北。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全台湾气温明显回升，北部高温会当达到26、7度，南部更加来到30度。稳定的天气会维持到礼拜2上半日，到礼拜3有微弱的东北风来南下，主要是影响到北部地区，温度会小可下降。以影响在北台湾地区为主，那其他地方来讲的话，其实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东北风影响这段期间来讲的话，在北台湾的高温上，从原本今天的26、27度，会下降到大概是在20度左右。那这个波的冷空气预计会影响到礼拜4。28连假最后一天，会知影北中南的国道交通大部分拢是真顺，不过国道5号已经出现车侪塞车现象，宜兰到卑南北上路段速度无到40公里，有过国道的北返车条到下暗才会疏解。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路段以及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大约在下午3点以后会有北返车潮，而这股车潮大约会在晚上7点、8点以后才会逐渐疏解。另外，针对国五北向车多的部分，车多的情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8点以后。东部嘛日头真大，苏花界下早嘛陆续有民众往北，虽然出现车潮，大部分游玩是真顺好行。北部好天气会延续到上半日，气象局嘛提醒，除了礼拜3甲4有冷空气南下，周末天气嘛会变凉冷，会有水汽，但属于是零星的落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28中秋纪念仪式，今年伫家人举行哦。家属代表是呼吁讲，应该赶紧甲中正纪念堂将介绍当上刷走。总统蔡英文是回应表示讲，会谨慎来推动。另外，针对乌克兰的情势，总统嘛呼吁讲，国家爱团结，才有法度来面对挑战。
228事件75周年中秋纪念仪式选到基隆举行，地点伫市民广场。因为基隆港区就是国民政府上花灯开展压屠杀的地点，有特别意义。228教育代表致辞时，佫呼吁移除中正纪念堂当上。我们这群受害者付的税金，还要拿来维护这个纪念堂，是情何以堪？如果有一些人是支持蒋介石的，那是不是请他们把喜欢的蒋介石拿回去，自行安置？进前总统传闻因为出席蒋经国纪念园区活动，发言引起议论。蔡总统致辞强调，民主国家不应该纪念维权，对中正纪念堂拆掉议题，明确表示有信心来推动。包括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工作在内，我们也会审慎的来推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不该再以威权的形式来纪念现任的总统，这是我们的原则。面对乌克兰情势，蔡总统也呼吁，看到乌克兰人民捍卫家己国家主权，台湾也爱团结，才面对挑战。民主是唯一的选项。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228事件75周年，台中市早起嘛有追思会，台北市政府下晡嘛有纪念活动哦。前总统马英九早起有去228纪念碑来致意，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安怎来看待两方的关系，马英九表示应该笔直磨合。228事件75周年，前总统马英九去台北市228纪念公园边的福德宫参香祈福，嘛去228纪念碑行礼致意，并无参加下晡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228纪念会。也若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来看两方的关系，马英九认为讲应该爱避免战争，追求和平。就在这个庙都已经办了18次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一贯都这样的，所以大家分开办也很好。美国呢，他会出售武器，提供情报，但是呢，出兵的机会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处理两岸事务呢，还是应该走向一个避战谋和的路。马英九强调讲，战争无人赢，和平无人输。也若台中市嘛举办228和平纪念追思会，今年的主题是真爱和平。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强调和平的重要。真爱和平是人类追求永远的普世价值。75年以前人类我们没有去真爱和平，所以发生228这样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75年之后，在世界某些角落还有这样的事件在发生，也因此我们要永远记得教训。今年拄好是228事件75周年，为中央到地方拢有举办追思的活动，希望会当把这个对台湾影响真深的一段历史放伫大家心肝内。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拍乌克兰本地阵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是差真济，无想到讲乌克兰有侪民众加入军队，和罗西亚袂遐尼简单收煞。也毋过外界拢会讨论到台海局势哦，嘛有人呼吁讲台湾应该恢复征兵制。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都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提出完整的兵役政策。乌克兰和俄罗斯武力侵略是一场座谈会，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甲主权研究所所长苏志云分析战情。俄国一开始暗示飞弹攻击，派出快闪舰、心理舰，想要瓦解乌克兰民心士气。不过，尽管天气甲部分蓝图影响，而且下定战毋是俄国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也佫有未少乌克兰民众加入反悔，和攻势进度不如预期。有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立委认为，全民国防是台湾未来应该思考的方向。我们号称有250万后备军人，平常的训练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威胁到了来做射击训练，来派发武器。有学者呼应安尼看法，除了防空演习，应该爱针对战场环境情势做更较实际的规划，也建议政府未来在社区建立防卫甲防灾体系。以目前我们所看的这样的一个演习的形式，事实上还有它改进的必要。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社区防御体系哦。乌俄之前也引起各大讨论，是不是应该恢复征兵制，或者是服役的时间改做原来制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蔡政府提出完整的政策。
我们这个会期，国民党有提出来，包括兵役法跟后备军人条例的修正。那至于整体的规划，执政党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政策，不要空喊口号，而有具体的落实。台湾甲乌克兰共款拢用权做厝边，就即摆乌克兰危机，思考强化防卫能力的方法，希望增加国家全方位能源实力，互敌人唔敢来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早起5点开始，中共的军机就开始出动，一直飞来咱国的西南甲东南抗疫。因为乌克兰的战争若是两化真正烧阵，美国敢会派兵来协助咱台湾呢？这引起真侪讨论。前空军的副司令张延廷就指出讲，若是咱的国军无恢复征兵制，一党的国防预算阁无到6000亿，咱国内家己拢无重视，美国是有啥物理由来帮咱烧阵？两岸对蔡局势清悬，共军煞咧来咧扰乱台湾。共军28透早5点开始，就煞咧出动真侪只战机入来到咱的西南空域，还佫射到东南空域，要来乱咱的防警警戒，要来扰乱咱。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东南空域，高度5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乌俄的冲突牵绊台海的局势，两岸若是爆发战事，美国是毋是会出兵来助台湾，引起国内的会？前总统马英九咧讲，美国会卖武器予咱，毋过袂出兵。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直接讲，天下无迄落扣边的，国军若是无恢复征兵制，佮加上国防预算无到6000亿，安尼互美国担找袂到出兵的理由。我拿那么多钱出来到国防，你不拿钱出来，你叫我来为你打。你的国防逻辑、军事逻辑在哪里？我们的精神武装、思想武装，我们做的不够，没有打仗的气氛嘛？那这是最危险的嘛？张延廷分析，中共武统的手段有可能先利用政党来分化民心，再搁用统战来扰乱心防，要来解除思想武装，搁透过军事手段，用拍蛇拍7寸的手段来逼降。来凸显出军事转型的这个心防教育的重要性。另外，国防部关注来关注乌俄的情势，不过传出讲情报失灵，参谋总部误判讲这个乌俄因是未开战。这部分应该是媒体引用了错误的消息来源。国军一直都很密切的关注俄乌的局势，同时也会严密掌握区域的动态，对于各种的情况都会进行相关的预判。国防部严正否认，表示因应乌俄军事冲突甲敌情的威胁，三军会煞咧来关注警戒，并且会掌握台海边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确保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支持乌克兰咱国内各界嘛开始募款捐钱，望讲来斗相共乌克兰渡过难关。咱的外交部嘛继续来帮助侨胞离开，嘛来斗相共安打已经离开乌克兰的侨民。4几小时都没有好好的睡觉，又或者是说好好的洗澡什么样的。讲到为乌克兰基辅离开的过程，蔡总统讲啊，这过程是相当的忝。教务进前紧急甲蔡总统再来6名学生，还有10多名台侨送到波兰。讲到这段路程，蔡总统印象上深的都是通过边境的最后一里路。乌克兰边境1公里的路排了10个小时，对，10个小时没有停错。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透露，今麦外交部伫紧急救援，伫咧乌克兰东部还有南部的几啊名留学生，还有咱的侨民。是先在哈尔科夫把这个家庭跟这3位同学载好，往南乌前进。那南乌呢，现在有2名我们的台湾人在那边等待救援撤出。往哪一国边境？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哪边安全，他往哪边去？几啊名台湾青年嘛，甲伫台湾的乌克兰民众做伙创一个网络平台，互想要捐款予乌克兰民众的台湾人，嘛当透过平台找到真正会当来帮助因的捐款的口座。啊，个催他们想想是来捐特别定做的催要送予有捐款予乌克兰的国内民众。Нет войне, нет войне, no war, no war。募款平台的一个整合，来跟台湾的民众分享，说要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去捐赠乌克兰。我真的没办法一直听我妈妈哭，我弟弟哭，他们一直都在地下室，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我们的军人。
另外，会议场蔡其昌嘛发起几个企业啊，个民众要来关注新闻，协助照顾走去波兰的乌克兰难民，过来估计是呈现台湾的爱心力量，要来支持乌克兰渡过这个难关。记者张志勇、陈立峰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卫生福利部的健保会，伫顶礼拜五开会讨论，讲拍算要来增加健保个慢性病药仔的部分负担哦。也毋过，若属去社区的药局领药仔，就免增加部分负担，互大病院是正反弹。有医师嘛认为讲收费统一标准哦，才袂造成浪费。也毋过，药师工会是表示肯定，讲社区的药局会当来帮民众用药仔安全来把关哦。这个部分负担的方案，就最后是要看卫生福利部安怎决定咯。病院领药仔的柜台排队要领药仔的人是规工拢排甲落长，未少民众来领慢性病连续药单的药仔。为着避免病院内底的人遐尔济，卫福部健保署建议修改部分负担的方案。伫慢性病药单的部分，民众若是去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领第2届、甲第3届慢性病的药仔，每一届都要加纳100块。毋过，若是去社区的药房领，就免阁纳钱，这引起病院的反弹。新光病院的副院长，也就是阳明交通大学副教授洪主任认为讲，收费都要统一，才会当主动讨这药的情形。收取药品的2、3次的慢性病的连续处方笺的部分负担，它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要避免药物的浪费的这件事。卫福部健保会顶礼拜5开会，大部分的委员拢支持爱调整部分负担。不过，针对慢性病药单领药啊安怎来收费，大家意见是无啥共款。有医师建议讲，医学中心慢性病药单部分负担，每一届收费100块，区域病院80块，地区的病院甲基层诊所，也阁有社区药房是分级收费。医院端这种主张呢，是假性的公平。本来民众在社区药局、在基层诊所，他就医就符合现在我们在推动的医疗分级。药师工会主张讲，全台湾有7000多间社区的药房，若是慢性病药单，拢伫咧社区的药房来领，民众领药啊免阁纳钱，除了较近以外，领药啊嘛较利便。社区的药师阁会当替用药的安全来把关。根据统计，去年咱国内领慢性病药的患者都有736万人，药费有800多亿，全部医疗费用是超过1000亿，因为影响是真大，也阁爱当卫福部长陈时中做上尾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有民众一家伙5个人开车要去宝来温泉佚佗，结果车去卡伫溪边，佮拄到溪水涨起来，5个人是赶紧落车，大人甲囡仔抱的，也毋过溪水已经涨到大人的腰，情况是真危险。消防局赶来现场，甲囡仔按的，但是有说都过河，家在拢平安。伫高雄6股宝来溪的溪坡，天是已经暗啊，溪水真臭流。不过，稍有一家伙5个人掉伫遐，其中有3个人是囡仔。我帮他一个报过去啊。好。8年假的第2天，高雄有民众赛车带某仔囝去宝来溪水头石洞温泉佚佗，赛伫宝来溪的溪坡顶悬。那像是无注意到溪坡的悬架差，旅行车的轮啊煞卡伫溪坡，而且溪水阁涨起来。因翁仔某是赶紧甲囡仔抱咧，等待救援。我那个想说4人传动的应该开得过啊，唔知喏。没倒啦，开得过哦。你这水今天水位太高了啦。天已经暗啊，溪水阁窜流，增加救援的困难度。消防队有所啊，甲囡仔爱伫分尸顶撩过溪，一个人伫受困2点钟了后，总算脱离危险。现场水深及腰，搜救人员立即架设横渡绳索，以确保人员渡河安全。大区分局表示，宝来溪目前毋是管制区，嘛毋是保护区，民众伫溪坡顶悬赛车是无违法。不过消防局呼吁民众，宝来溪连续几啊年经过洪灾，溪坡甲路线的变化真大，是真危险。为了确保安全，建议民众也是毋通甲车驶伫溪坡。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苏花公路的车真多哦，阁有贼头要去偷摕冷水泵坑的火灾排放设备电缆线，现场就互警方抓到，嫌犯阁想要落跑，赛车去弄栅栏哦，也毋过最后嘛是互掠起来，伫车顶嘛插着大约500米的电缆线。公路总局日前早起为监视器发现苏花街真水泵坑内底安全通道有人咧偷电线，工程人员骑汽车将铁门挡掉咧，暗过踩落落车，将车牵走，放倒伫涂骹。有2台货车、2台轿车分别逃往南北两边。
发现一台涉案的车辆南下，并拒绝拦查逃逸往花莲方向行驶车上有大批的电缆线。并树澳分局在海北车站以防灾的栅栏设拦检点，那该车行经拦检不停，并冲撞。警方表示，查纳分别伫惠州磅坑、观音磅坑、二花管制站被抓，6人试车，暗过48岁王祖贤跳车逃走，因偷是所化解真水磅坑内底供电电线，尤其伫火警时阵，要维持磅坑内底空气正压使用。这个电缆线大部分主要供应在苏花改的那个，就是它的隧道的供电系统使用，大约是500米左右，市值是大概新台币10多万，但是这个复工的费用则无可估计。所化解是重大交通工程，电线被偷对交通安全有一定影响。警方已经抓暗这7个人是钻偷公共工程电线的犯罪集团，拢伫北部活动，已经通报刑事局协助过滤扩大追查成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警察局昨透早发现有一个查甫人翘倒摆，也毋过无挂喙罨。警察家查落来，发现规身躯拢是酒味。后来查资料嘛，发现讲已经是第6届啉酒赛车互掠着咯。另外，佫有一个查甫人翘倒摆无戴安全帽啊，佫走互警察了。后来嘛发现伊嘛是啉酒赛翘倒摆。民警对一台机车原本是要考劝骑机车人挂喙罨，想不到一向前就闻到高高的酒味，酒测了后数字有0.64毫克，一追查才知影这查甫人是第6摆酒后骑机车完全发唔惊。盘查过程中发现男子一身酒气，随即对其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过标准值，故意涉嫌公共危险罪，将其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你有戴安全帽？对啊。巡逻警车要求头前的骑机车查甫人停车，因为伊无戴安全帽啊。不过这查甫人惊受检，却雄雄骑车就选，因为机车有改装排气管，轰隆隆的声音影响环境安宁。经过警方掠人到案，发现也是酒后骑车。因酒驾心虚，掉头规避稽查。经警方拦下后实施酒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警方强调，酒后赛车新制已经伫1月底生效，无论是刑法或者是行政法拢加重。也强调，警方会无限期强烈处理酒后赛车，请民众唔通以轻试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有答应讲，会实施比川普如何领导的移民政策，所以中南美洲都有真侪移民打算要经过墨西哥去美国生活哦。因为申请的人上过侪，和墨西哥政府应付未来，这移民一直等无签证落来，结果有几百个人甲最天的用老火老地的画面，要来表达对墨西哥政府效率上过歹的抗议。占穿过国烫菜，一寡抗议的人提尖，甲其他抗议的移民的嘴填起来，只敢若留一个芳，互因会当啉水。几60位抗议的移民，最近伫咧墨西哥甲瓜地马拉边界城市塔帕朱拉，用甲嘴填起来这种惊人的方式，抗议墨西哥 INM 国家移民局发签证的速度伤过慢。Y vengo de por tierra, caminando todo esto, a una travesía larga y solo queremos pasar, seguir nuestro camino. Lo que exigimos es que nos den una solución, un salvoconducto o algo, pero algo rápido, no que se demore 2 meses, 3 meses, porque eso es lo que nos dicen. 外国媒体报道讲，因为拜登做总统了，承诺讲会实施比川普更较领导的边境移民政策。墨西哥的 INM 爱处理的请求墨西哥庇护申请，比2019年增加87%，审核的速度变正慢。为了要早离开故乡散加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上百位想要去美国的中南美洲的移民，规定做伙向北边行。但过到了墨西哥的塔帕朱拉时阵，因为当局移民单位的审核速度正慢，因无证件，就留伫咧当地，如果无头路、无收入。债钱正紧就用了，因正受气，就用绝食一个舔嘴的方式抗议。Si se cuecen los labios migrantes en señal de protesta con el instituto, comienzan una huelga de hambre y esperemos que 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Migración pueda ver que sangran y que son seres humanos y queremos que resuelvan la situación de una manera más humana. 因为要去美国的移民增加。墨西哥受到美国的压力，想要组织大批移民坐要去美国的大篷车，也搁伫去年启动一项新计划，
加欢喜老来移民用车载到墨西哥其他州，并且予因领导签证，会当合法工作1年。不过，申请的案件也是愈来愈多，表示移民也是希望会当去美国。这样和墨西哥国内这项计划敢会当成功？墨西哥 INM 讲，移民用天催的方式向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不过因依然会按照入境申请的顺序，优先审理批准囡仔、有新的富人人、残障人士加四大人这寡弱势族群的申请。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过来消息来看，这几天台南市传出讲游客超过50万人哦。来看准备结束的台南咸水月灯港灯节，嘛用灯光来表达对乌克兰的声援，咱做伙来看卖。车阵一直往安平方向过，但是速度煞驶袂紧，因为台南28透早游客也是真多。台南市管理局统计，这个28假期连假前2天，台南市干那管理局所管的景点，包含水道博物馆、安平老街、关仔岭，还有新开幕商场，都已经超过50万人次去行打。前几天都一直在下雨，导致说大家都闷酒，大家都跑出来，感觉好像全部的人都跑来台南这样子。台南的这个观光的一个旅游数字哦，除了住宿的成绩好哦，昨天也是90%多之外，我们也有相当好的一个观光游客的一个表现哦。连假的上尾天，人阵无亲像前2天遐济，不过也是有真侪活动会继续办到28假期的上尾天，包含月灯港灯节，还有两家空山节。因为最近乌克兰甲罗西亚冲突哪来哪严重，月灯港灯节这几日啊，就甲大型的水岸投影，用乌克兰的国旗、拿港黄金2色来装它，表达台湾的支持。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以和平为主了，所以当然是透过和平这样的方式，从台湾把我们的力量一起传达到乌克兰那边，这样展现你应有的关心，然后做你能力范围内能做的事情。28是连假上尾天，各地拢是好天气。管理局建议游客只是会当到国景区参加活动，暗时啊会当去月灯港灯节、两家空山节等等的所在参加灯会，好好享受假期。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寒人哦，一波又过一波的寒流，传出讲台中内亚的山区损害了真严重，大约113公顷的果子园拢无啥物结子哦。农委会今仔宣布讲，要来启动农业天然灾害补助，1公顷会当补助6万块。果子农手摸到无法度开花的花苞，内心内底拢咧智慧。今年一波波的冷空气，予台中东势高接来山区出现大规模的旱害，目前大约有5成的花苞受粉不良。像这个就一个顶接过嘛，我们俗称是环豆啦，个顶接，如果安尼情形，我买花苞成本增加，无大紧，咬紧牙根，目屎切切的，个顶接。农委会主委陈其忠28号早起来到当时了解高接来灾情甲木果柑仔外销的状况。台中市农业局指出，根据各区公所灾损回报的资料，高接来花苞受损的面积大约是113公顷。陈其忠因此宣布，会依据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启动补助措施。我们回去以后，明天就会尽快的来公告台中地区的高阶里可以符合天然现金灾害救助。可以每公顷6万元的现金来补助给农民，让农民尽快的来早日做相关的这一个整个护耕的这个工作。农委会表示，高接来每公顷补助6万块。农民是讲，接来啊今年已经来到2到3届，每公顷花苞甲人力加开30万块，会使讲有1点仔补助，但是有缘希望中央会使提高经验。记者台中报道。因为今年的梅花提早开哦，水气阁真饱甜，南投信义乡的梅仔结子大约有7成，拢阁生甲真大粒哦。农会预估3月中就会大出，绩效嘛应该会袂歹。去年入冬了后，连续几若阵冷空气到台湾，南投信义乡的梅花嘛提早现交梅。若讲到这梅仔，本地就要等到清明才有通收成。不过因为气温低、雨水高，即阵梅仔树煞已经结籽结甲满满时。今年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今年水量各方面充足所以今年最少也有6、7成以上的这个结果率
因为梅花提早开，所以农会预估今年3月中梅仔就会开始大出。加工的日程嘛平英过搁较早，大概4月中就会当食到上好的梅仔咯。在今年的话，翠美的话，我们预期的话会提早1到2个礼拜来收购这个原物料进场做我们的一个翠美的一个加工，所以我们预期能够在4月中下旬的话，就有梅子翠美的一个成品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消费大众。旧年初可花严重，梅仔树欠雨，果子也求水，农民了工搁失本。若今年水气真饱甜，梅仔生甲真紧真大粒，农民也望会当卖一个好价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西有一个种果子的农民伊正够利用在地潮湿的果子来开发各种的创意料理。伊的农场嘛提供慢果子甲生态导览的服务，望讲会当来带动地方的观光。位在台南的密基社区，有在地农民工厂位，伊利用潮湿的蜜枣、杨桃、香蕉、青木瓜、四季果等等，研发出侪出料理，以果子本身的甜度比口味。减下味素，甲其他豆油、盐醋调味料，望众人加食水果，减轻身体负担。其实刚好在我们这个产区，就是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水果餐的话，它其实本身水果会带一些甜味嘛，它就是不加味精味素的。所以如果大家大鱼大肉吃的有一点腻口的，也可以选择像我们这样子比较轻松一点的饮食。工厂为讲，因兜自阿公时代就开始伫咧在地种水果，传甲老爸开农场，多元经营，开发出专业的水果料理。到当伊嘛继承着老爸好手艺，大力推广食水果、食潮湿的观念，望众人加支持在地农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当季嘛，因为第一个是吃当季是它的价格比较实惠，第二个是它的相对它的口感或者是它的不管在健康上都是比较好。除了水果料理料瓜，工厂位的农场边啊，就是大片的果子园，提供芒果生态导览的服务。对产地到饭道，规站的行程安排甲好势好势。希望讲日后甲社区打造做必果村，推行友善农法，搁再带动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1966年开伫嘉义大拿车头边的成都旅社，过去50年来见证大拿过去的繁华，嘛记录在地特种行业的历史哦。最近厝主去申请补助，望讲会当来翻修这栋老厝，保留在地历史的卡粒。在地文化导览员小盖这栋准备要开始整修的建筑，这栋有50多年历史的旅社，因为特殊的经营文化，内底的装潢，各会当看到真趣味的设计。它那个年代，还有包括它的特种行业，所以来住的人，万一他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他要从里面的房间逃跑或是跑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个铁花窗，因为这个是活动的。这栋有超过30间房间的成都旅社，都是大拿火车站边啊。因为较早兵营甲灯箱的关系，所以来来去去的人真多。厝主为了要保存这特殊的历史文化，甲万国县南华大学合作，做好申请文化部的补助。整理好了后，伊要开放嘛，大家做一个使用，甚至啊，咱这地方的少年囡仔会使甲伊设计的物件，有一个所在可以做一个展现。自强旅社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提供一个公益空间，还有清创的空间，让在地的年轻人以及相关的人士可以来做使用。就增进就是在地的青年就可以回乡嘛。现在就政府都鼓励在地青年要在地生活创业，我们就是把这个空间让出来。透过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这栋3间连做伙的旅社，暗算要伫2024年整修完成。设计师表示，会保留大部分的建筑风格，俾互来遮游客会当透过这间旅社，认捌大拿在地过去的繁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再来看婚姻土库有一间开70多档的表仔店哦，嘛已经传到第3代咯。一对兄妹仔唔甲阿公的店要收起来，所以就倒来故乡经营。唔那修理时钟、手表，佮卖咖啡，是真有特色哦。嘛为传统的表仔店行出一条新的路。
今日去店内就当闻到咖啡香，详细甲看店内个摆满真侪钟仔甲表啊。原来这间是婚姻土库在地第一间，已经经营70几年的钟仔店，即马交予第3代来接手。除了继续来卖钟仔甲表啊以外，嘛加新手法开咖啡厅，互人客放松兼批香。因为当初刚好家里需要人手，所以我们就回来帮忙这样子。那段时间也蛮想要自己尝试一下怎么去做生意这样子，然后又有越来越多的在地居民支持。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是，有些阿嬷来换手表的时候，会顺便点一杯热拿铁。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有趣的，然后也很开心。第3代头家是一对兄妹啊，原本拢是伫咧外县市打拼，不过受到阿公用心经营的钟仔店无人传承，收起来真拍算，也是决心要转来故乡，结合家己餐饮本科的专业，卖咖啡做点心，要收掉阿公阿爹留落来钟仔店，继续替在地服务。内心会挣扎，也会担心，但是因为毕竟这就是阿公开的钟表店，然后到我们是第3代，觉得把它结束好像又有点可惜，然后可能工作上也稍微有了一个比较上轨道，然后也算稳定，就是慢慢的都蛮有受到大家的支持跟爱戴。这对兄妹仔头家嘛讲，虽然初转来故乡经营是相当的辛苦，好在在有阿母的支持，甲在地老顾客照顾，即马生意渐渐稳定。但是愈来愈多外地游客听名声专工要来食咖啡，新旧融合，钟仔店配咖啡变出新的出路，嘛好老店搁再画出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林管处甲屏东科技大海森林系规划一个真特别的展览，引介一寡真珍贵的物种，所来垦丁森林游乐园开放予民众参观哦。嘛拍算要甲这个游乐园规划做保健中心，或者珍贵的食物会当有好的环境继续生态。今日屏东垦丁的森林游乐园有一项展览当咧盛大举办，内底当看到50种罕见的食物，亲像是毛草珍珠菜、鹅卵片、野巴学等等，这是稀有濒危食物的庇护所丰州中丰州的展览，后来游览的民众嘛会当学到知识。大概我们这一次展期会有50个物种在这里面，那这里面呢很多是我们恒春半岛特有的。台湾的动植物资源丰富，不过大部分拢敢若伫课本内底会当看到。这回展览就希望互民众会当亲身看到这寡珍贵的食物，唔但有教育意义，嘛希望会当保育珍贵的食物，甚至进一步互因继续生态。这些珍贵稀有树种，有时候呢，它是在比较特殊的环境底下，所以我们挑选出来，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种源的这个延伸出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点，将我们已经保有的这种成果呢，可以让大家知道，大家知道之后呢，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物种的保存的一个重要性。主办单位表示，丰州中丰州这个展览，唔但会当帮助民众上好的食物，甲学术研究生态教育，更较希望民众来参观了后，了解保育的重要性，嘛互森林游乐园帮做珍贵食物的避难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真出名的歌星邓丽君哦，伊伫婚礼的褒中出席，褒中才有一个邓丽君的文化园区，定定拢会办活动。办公哦，毋若歌迷思念伊的时阵，会当来遮行行看看，嘛会当来了解地方的文化。这条同人在夜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苏东时唱甲念袂掉的歌星邓丽君的代表曲。这是婚林县褒中乡的田永川，邓丽君就伫遮出世，所以伊的家乡有设一个文化园区，真适合歌迷来游览。公所要来推动我们保中这个邓丽君我们的这个出生地让更多人知道云林县保中乡还有田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结合了地方的文化，以及结合社区，还有学校，不管是平安碗的制作，还是花鼓文化，还是邓丽君的歌声，还是声量网络的行销。邓丽君文化协会也办亲像歌唱比赛等等的活动，还有工作坊，找学校合作，结合在地特色，搁再提升地方的观光。我们总共进行了9场的工作坊，然后希望这个工作坊跟从邓丽君园区的一个邓丽君的元素，然后结合我们褒中乡的一个文化的结合，出生地
的一个主轴，让这个园区里面有更丰富的一个内容。邓丽君唔但伫台湾真受欢迎，佮请甲中国、日本、东南亚等等真侪国家，伊的故厝也来做历史建筑。伫故厝文化园区细细行行的，参加活动也通怀想邓丽君，做回来纪念伊。记者综合报道。五股鸟市常常拢会先放伫仓库保存哦，也毋过联合国发现讲有1/5常常拢因为保存的问题会拍算去。英国最近就设计一款机器人，放伫五股内面，会当来验出湿度，提早来做反应，来准备来减少病虫害。咱做回来了解。这台看起来敢若是塑料美式卡球的机器人，会当伫这10公尺宽的古部队内面，家己来来回回收集资料。而且一个会当用手机啊控制。If we move the fins on the top, that means at the bottom the surface will be smooth, and it will move much slower. If we move the grains, if we move the fins at the back, this way we'll start capturing a little bit of grain at the bottom, and moving them on the top. This way we can start going down. 农民用这台机器人，叫伊去古部队的上内面抽一寡麦仔出来磅伊的湿度。因为若是伤过湿，就可能生虫不菌，对内面烂到外口出来。The problem is the hot spots are not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If you've got a great big heap of grain like we have here behind me, and that hot spot is in the core of that, and it escalates and grows to the outside, you know, a week or a fortnight or 3 weeks, by the time it gets to the outside, it's too late. 伫高中内面工作，唔那是辛苦，也真危险。2015到2020年之間，英國就2位農民因為落入去古部隊內面砸死。That if you walk on top of and they break, effectively you get an action a bit like quicksand, and then you can sink in there. And if you do, there's nothing that can really save you because you've only got a few seconds. And even if someone could pull you out, they would just break your body apart. 这台机器人除了会当保护农民的安全，根据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每年伫咧储存阶段损失的粮食有超过6.3亿吨，差不多是粮食产量的20%。这种高部机器人伫咧今年热天就会当上市，希望会当帮助降低粮食烂期所造成的浪费。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逐当的12月中到过当年的3月中哦，法国南部见小草大出，毋那规片拢是黄色的花，佮真芳哦。有一条见小草公路，拢总有130公里长，会经过白都市，这风景真水，逐当拢会请来真侪游客。每年的12月中到3月中，法国南部蔚南海花地区的黄色含羞草进入花期，在冬天内底大开，互大家温暖的感觉，也表示春天就要到位。含羞草并不是法国原生食物，相传是19世纪英国库克船长为澳洲引入种子，因为法国的天气甲土适合性就拖甲真紧，甲即马规个海花地区拢看到黄艳密密的含羞草花。Alors, ce qui rend le mimosa spécial, c'est qu'il symbolise le soleil de la Côte d'Azur, du sud de la France. Il a un fort parfum et il plaît énormément en Europe du Nord et dans les régions du nord de l'Europe. 大家拢介意含羞草香味也互人沉醉，所以当地观光旅游局特别规划一条130公里的含羞草之路，每年也办含羞草节。Effectivement, la fête du Mimosa n'a pas lieu cette année pour raison de crise Covid, mais en fait, nous avons les touristes qui sont là depuis déjà plusieurs semaines pour profiter en fait des collines qui sont remplies de mimosas, donc découvrir, faire des randonnées, découvrir bien sûr le parc de Marande, une centaine d'espèces différentes de mimosas, et puis nous avons toute une exposition qui explique l'histoire du mimosa à travers plus d'un siècle. 含羞草之路沿路经过北都市，终点站是芳水之都格拉斯。较水的含羞草会绑做回收伫花店内卖，另外其他无出口的会送去工厂，利用蒸汽提炼精油，加伫芳水内底。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这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的早暗温差会真大。台湾各地头、各平湖、金门、马祖拢是侪分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甲北部的山区会落淡薄仔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部地區上低19度，上懸27度。中部地區上低19度，上懸25度。南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30度。東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26度。外島地區上低12度，上懸20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下晡3點，咱再會。謝謝導。